这期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我是本期的主持人蒋阳。本期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呼吁人们在生活中保持乐观的希望；司政洛桑森格和世界各国政要祝贺司政当选人边巴次仁；加拿大国会西藏挚友祝贺司政洛桑森格圆满完成10年任期；达仁萨拉非政府组织向第15届噶夏司政和噶伦颁发感谢状；世界各国藏人向印度总理防疫基金捐赠5000万卢比；藏人行政中央纪念第11世班禅喇嘛遭中国强迫失踪26周年；驻日本代表在日本议员举办的听证会上介绍西藏人权状况；欧盟外交事务高级代表谴责中国对藏人政治犯使用酷刑和不人道待遇；美国国务院2020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指出，中国将宗教言论定为犯罪；英国米尔顿凯恩斯市举行第8次升西藏国旗活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受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艺术与讲座创造希望主题活动主办方的邀请，于5月19日透过网络与作家皮克埃尔进行对话互动。达赖喇嘛尊者在讲座活动上被问及佛教徒应如何看待希望并创造希望时，尊者表示，人们从出生起就是因为希望而活着，虽然未来是难以预测的，但他认为人们仍然应该保持乐观的希望，并正面看待未来。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与达赖喇嘛尊者之间有着40年的联系。20年前，该大学设立了达赖喇嘛西藏研究讲座项目。此外，世界各地的流亡藏人在圆满完成自达赖喇嘛尊者将所有政治权力移交给民选领导人以来的第3次直选后，美国、台湾、法国、比利时和捷克以及各国议员和支持西藏团体纷纷致函祝贺司政当选人边巴次仁和议会议员。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在5月17日通过视频向司政当选人边巴次仁和45名新当选的第17届西藏人民议会议员表达祝贺。司政表示，他已经致电司政当选人边巴次仁，祝贺他在选举中获胜，并表示将全力提供合作，确保政治权力的平稳交接和过渡，并建议在5月26日举行交接和宣誓仪式。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内德·普莱斯于5月15日在其推特上表示，美国祝贺边巴次仁当选为藏人行政中央下一任司政，我们期待着与他和藏人行政中央合作，以支持流亡全球各国的西藏人民。而另一个引人注目的事态发展是，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先生于5月17日致函祝贺司政当选人边巴次仁，并赞扬了西藏人民争取自决权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并表示台湾和西藏是可靠的伙伴，可以共同维护民主、自由和人权的共同价值。日本前教育部长、现任日本国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主席下村博文先生和日本拯救西藏网络的代表木野胜秀先生也向司政当选人边巴次仁表示祝贺，并承诺在解决西藏问题方面展开密切合作。藏人行政中央选举事务署于5月14日根据《流亡藏人选举法》第69条之规定，正式宣布了新当选的司政，并根据第52条规定，宣布了45名当选的西藏人民议会议员。今年4月11日，在全球23个国家进行的第3次司政及第17届西藏人民议会议员的选举，获
获得了流亡藏人民主史上最高的投票率。在83080名登记选民中，有63991名藏人参加了投票，投票率达到77.2%。此外，在司政洛桑森格即将完成10年任期之际，加拿大国会西藏之友和加拿大藏人协会于5月18日举办网络会议，感谢和赞扬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在10年任期内的出色服务和杰出贡献。与会的加拿大各界政要在发言时，分享了他们与司政洛桑森格一起工作的回忆和经历，并表示希望在新的领导层的带领下，继续支持西藏的自由事业。另外，在藏人行政中央新旧领导层正式交接前夕，印度北部达仁萨拉的4大藏人非政府组织于5月21日向司政洛桑森格和第15届噶夏各部门部长颁发了感谢状。在藏人行政中央噶夏会议厅举行的颁奖仪式上，西藏青年大会主席贡布顿珠、西藏妇女学会副主席格桑玉珍、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印度分部的负责人仁增曲真和西藏全国民主党主席柴丹诺布共同向司政洛桑森格和各部门嘎伦颁发了感谢状，表彰和感谢他们在推进西藏的自由事业以及西藏境内外藏人民众的愿望方面做出的非凡贡献和杰出领导。另外，为了应对第2波新冠疫情对印度带来的袭击，流亡全球各国的藏人在藏人行政中央噶夏的领导下迅速行动起来，向印度总理的紧急救济基金捐赠了总计5000万卢比的援助资金。上述捐款使世界各地藏人在短短的2周时间内，通过设在印度各地的藏人定居点和全球13个国家的驻外办事处募集而来。对此，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赞扬各国藏人的慷慨捐助，并表示在噶夏的领导下，北美、欧洲、澳大利亚、台湾、印度、尼泊尔和不丹的藏人，通过所在国的办事处和定居点，为印度政府的紧急救济基金共募集了5000多万卢比，并宣布为第一线的医疗工作者提供每人5000卢比的慰问金。此外，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于5月17日晚，为纪念第11世班禅喇嘛根登却杰尼玛失踪26周年，举办了一场网络座谈活动，及推出有关班禅喇嘛的新书。这本名为《失窃的西藏小孩》一书，主要介绍了第10世班禅喇嘛却杰坚参的丰功伟业。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印度国会人民院议员安纳特·库马尔·黑格先生以及印度南部卡纳塔克邦扎西伦布寺的主持增嘎荣波切通过网络出席了活动。与会嘉宾谈到了延续班禅喇嘛转世传承的重要性，并强调了联合国为第11世班禅喇嘛获释而所做的努力。为了纪念这一特殊的日子，西藏人民议会就第11世班禅喇嘛遭强迫失踪的问题，向世界各国的政府、议会和非政府团体发出请愿书，呼吁各国敦促中国政府立即无条件地释放第11世班禅喇嘛。与此同时，藏人行政中央噶夏也发表声明，敦促中国政府立即无条件地释放第11世班禅喇嘛和他的父母和恰扎荣波切，并敦促中国尊重班禅喇嘛实践宗教的自由，允许他继承第10世班禅喇嘛的精神遗产。日本西藏之家、立陶宛支持西藏团体、瑞士和列支敦士登藏人社区、南义扎西伦布寺也举办纪念活动，提高了人们对失踪班禅喇嘛的了解，以及引起世界各国政要对西藏政治犯的遭遇和持续恶化的人权状况的关注。台湾、加拿大、澳大利亚的议员、国际机构和人权组织的代表也向中国施压，要求释放第11世班禅喇嘛及其家人，
藏人行政中央驻日内瓦办事处也向联合国提交了一份请愿书，呼吁联合国敦促中国立即释放班禅喇嘛。驻日内瓦办事处还举办了一场网络讨论活动，讨论中国在26年后仍然拒绝向国际社会和藏人透露班禅喇嘛的下落，并继续干涉藏传佛教延续数百年的转世传统。与此同时，藏人行政中央驻日本办事处代表次旺加布阿热亚博士于5月20日在日本众议院各党派议员人权促进小组在议会大厦举行的听证会上，向与会议员介绍了西藏境内的现状和美国颁布的2020年西藏政策与支持法案。来自日本各政党的约30名日本国会议员参加了当天有关西藏人权状况的听证会。听证会由日本国会议员、参议院外交防卫委员长渡边美树主持。他在发言时表示，今天关于西藏人权状况的听证会是为了了解西藏境内的局势，以及日本如何加大支持西藏自由运动的一部分。他还强调，非常荣幸邀请驻日本代表阿热亚博士向与会议员介绍西藏境内的政治局势和遭严重践踏的人权状况。另外，欧盟外交事务高级代表约瑟夫·波雷尔先生于近日在一场会议上回答了欧洲议会支持西藏小组提出的问题时，对近年来多名藏人政治犯因遭受酷刑虐待和不人道待遇，在中国监狱拘押期间或是不久后相继死亡的问题表达了关切。他表示，欧盟多次呼吁中国履行其国内和国际法的义务，尊重和保护西藏的人权。据了解，欧洲议会支持西藏小组的12名议员得知西藏僧人去疾，育有3个孩子的藏人妇女拉摩、少年僧人丹增尼玛和导游宫阙金巴等人在中国监狱饱受酷刑虐待，而最终相继身亡的消息后，向波雷尔先生提出了上述问题。此外，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办公室于5月12日发布2020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国务卿布林肯在报告发布会上还宣布，将制裁一名涉嫌严重侵犯人权的中共官员。国务卿布林肯在当天举行的记者会上指出，中国广泛地将宗教言论定为刑事犯罪，并继续对维吾尔族穆斯林和其他宗教和少数民族成员犯下了危害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报告指出，与法轮功学员、基督徒和穆斯林一样，中国境内的藏传佛教信众在就业、住房和商业机会方面面临着严重的社会歧视。藏人和维吾尔人的传统文化受到压制，而汉人及其文化则以各种方式得到推广。请继续收看今天的最后一则新闻。由英国支持西藏人士举办的年度升西藏国旗活动，于5月16日在英国米尔顿凯恩斯市的一座佛教寺院中举行。驻伦敦办事处代表索囊次人与该市市长卡尔·安德鲁·吉里先生和他的夫人丽萨女士等出席了升旗仪式。据悉，这项年度西藏国旗升旗活动是由长期支持西藏的凯瑟琳·莫斯丁斯科特女士于2014年开始展开，期望通过升西藏国旗活动，让更多的当地市民了解和关注西藏人民经历的苦难。这是第8次在米尔顿凯恩斯市举办升西藏国旗活动。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